你来看性骚扰的事件继续传烧。高雄有一个查某网友破文讲，伊读高中的时阵，互一个补习班的老师性侵，前后3档哦。市政府是表示讲，这案算是公诉罪，已经主动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咯。台南某4学生指控讲，有一间公立高中的老师，伫家己开的补习班涉嫌性骚扰学生。 面册写着真长的文章，讲出家己心内的阴影。即卖女网友指控高雄某一间补习班的数学老师，伫伊国中的时期，以加强辅导功课为名，趁着2个咧相处的时阵，涉嫌威胁性侵伊长达3年。因为这个老师形象真好，取得父母甲其他老师的信任，互伊惊吓唔敢求助，等到家己考到名校才脱离。功课很好，然后也一直都是全校第1名，然后作风还蛮大胆的。 以前会觉得奇怪，怎么这女生感觉好像异常的成熟，然后昨天呢想想，哦，原来是发生这种事情。有甲女网友共学校嘛共界民众讲，当年这个女网友确实是补习班的外招牌，成绩真好。啊，毋过嘛有无共界其他的男同学讲，老师教学真认真，当年无感觉到老师对女同学特别好。因为这个女网友指控的老师，伊原伫高雄任教，实际去补习班发现大门锁起来，并且嘛显示永久停业，敲电话嘛无人接。 补习班教职员工经调查属实，有性骚扰、性侵害的情事者，应予以解聘或解雇。若补习班的负责人为行为人，应废止补习班的设立许可。 市府表示，这案是公诉罪，已经甲处理的事情移请到地检署侦办，嘛启动着行政调查。另外，伫台南市某一间公立高中的老师，嘛被指控涉嫌性骚扰。人本基金会表示，至少已经有4名学生来投诉。 没有办法说出来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好，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你的错。那我们要检讨的是，这个老师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的滥权去欺负小孩，以及我们要检讨的是，我们家长平常跟孩子怎么样的互动。我们最后就是成立调查小组嘛，所以我们就请他请假，然后经过调查。 那目前校方就是一切按照那个相关的证据还有程序来办。林本表示，这个老师是伫公立高中教册，伫外口开补习班，名声是非常的大。伊大部分拢上指控是伫补习班教册时阵对了学生有无好的行为。学校回应6月1号接到申诉，就伫24点钟内底通报移送宪兵会，目前按照相关的证据来办理，还佫有处理。记者王刘婷并交款文正贤高雄台南报道。